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谢三龙通查10年内，对宜兰州海、韩国新北市平林两只地区造成全无共用的影响。州海对本地过定清嘅水钟头，变做网友所欢迎、真温泉的好素材。比较多的发展观光，当地人要从本地的生活空间让出来，看到按有生意好做，没想嘅爱投资的人同财团过去。太行山区韩国观光饭店的建案，多多就系为难唔好嘅。相反呢，阮把查高上高下规模限嘅北宜公路变做熊猫公路嘅。本来闹热渐渐嘅平林街路，提雪山路也个通查嘅头几年，晒系空落落嘅，然后村到头摆嘅1到2上嘅，店家就会得得路走嘅，唔过菜地产业啥走唔得。有到几只嘅系虽然天天保护区先天空旅游发展限制嘅，不过也看起来系缺点，啥也系转型嘅优点。人少嘅好山好水也是得保留下来。经过3年嘅雾暗期，因为无过去想人多嘅旅游钱好赚，系前转自家嘅特色，也悄悄前转嘅流失嘅人客。长田泡泉有含有各个位山呢，河坝水波波滚流点高，有人骑单车嘅望見到線呢，坐到嘅尖腳，有人比水高度波瓦高，望見淺綠，亦特別係就係温泉區附近嚟嘅地質橋各位風景，還保留的就係小鎮嚟嘅紫菜。另外，第6公里外嘅就係松北區，天橋又係尖長。尤其係建案當地嘅組織，睇嚟為流動等可以到太行調查數據，公司督控談到當東西，談到等國內上，可以出係啲嘅關係。10年前，雪山龍開通過後，佢就係做行卡啲片嘅，萬幾多人上菜去，人肉大有皮，有人去就有整理好穿，佢放假東飯用，每次知道小子冇睇得頭排啲用嘅。我們礁溪鄉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溫泉。只有我們這個溫泉區才有溫泉。我們這個溫泉區其實它的範圍不是很大，它大概只有1點多平方公里而已。雪隧開通以後，因為台北人來這邊開發，加上我們政府也獎勵說，開發大的面積的土地，那所以我們這裡就變成有很多大型的建案、大飯店。或是大的社區住宅。以開通前跟開通後來說，開通前我們在觀光旅館還有民宿的一個登記的部分，大概有100家左右。在開通後的今年，好，那我們以去年底的一個時間點做一個資料的一個收集，大概有230家左右，它的成長是1.3倍。好，所以雪隧的開通對於我們礁溪的一些觀光業產業來講，其實它帶動了很多的一些觀光經濟。就係温泉區嘅記錄後，可能過去係各種不用嘅温泉飯店看板。頭擺進温泉係就係人生活嘅一部分，也係賺錢嘅工具。從觀光菜從到國產產嘅，從作為主要基費。唔過生活收費也加一重，就是起價嘅，當當然對佢嘅買補嘅有熱賺賺起。國家認證安內規劃動多，小鎮嘅環境會有改變嘅。我們非常靠近山，那每家每戶一出門都可以看到山。現在那個山變成就是在狹縫裡才有山，好，整個山的形狀都已經都不完整了。經過了這10年的開發，在地的一些在地經濟，其實已經有蠻大的一個變革，包括土地的一些漲幅，是不是在地民眾能不能接受的部分？那還有一些在地小吃的一些價格，從在地價格變成了一個觀光價格，因為它地價的一些上漲，造成了整個礁溪的地貌的一個改變。那礁溪的地貌改變，它的天際線其實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因為高樓的聳立，那跟以前比較淳樸的環境是有落差的。高天天嘅態度，只知道就係唔但唱看唔到本地嘅天腳線。近來經過嘅國家，每次知道菜天兒想愛買補嘅，都買唔出水。那個地坪的那個價格也是翻倍，哈，本來就是說
我们县政府在汤围沟公园，就是这一条汤围沟的那个9号旁边的土地，它本来是大概是40万，因为它靠近路边，价格比较好，是40万。好，然后接下来就再过2年就炒成100万，然后现在都100万以上，所以这个中间才不过2、3年的时间，土地就可以这样翻倍起来。20年来，当地新起嘅工厂，狮子岛就係早就開發到退潮保位。不過講到有錢好彩，萬年不唔上愛。廿多年來，應用未上愛樓，就係地質橋河順康貴太平洋嘅土地嚟做兩棟飯店。我用到貴太平洋嘅土地，割到2部分嘅房子3塊飯皮，每到地方冇完冇落。它就是距离我们德子口溪的上游是非常非常近的，它离河边可能只有几十公尺的距离。那对于比如说你这个饭店的量体，它到时候所产生的一些污水或者是一些其他污染，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土石流显示系区。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它会不会因为对于环境的扰动，以致对于这个土石流显示区让它这个地质之类会更不稳定？远雄的所在地，它的下方是新水区，它的上方曾经有过土石流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它在那么大的一个量体的一个开发上，我们是希望说它做好它的，如果在合法的前提下，它做好它的水土保持。那在后续的开发完成之后，它针对它的温泉的控管用透明化，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整个礁溪乡温泉是最重要的命脉。讓未曾應用安尼天天，長期無規劃嘅檢討為開發案見到見到，剛剛飯店一棟嘅啲就係温泉起起。就係温泉文化協會總幹事王源受騙嘅，佢講觀光發展雖然帶動嘅地方嘅經濟，不過未實質到就係温泉水唔拉少。它的量也就是這樣子啊，那你原來的人用這些量，那以後又多了好幾倍的人來用，還是一樣的量，那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會感覺說啊，温泉不夠啊。礁溪因為它緊鄰大台北，而且是雪隧下來以後，第一個到的一個觀光小鎮，那它現在呢也變成是全台灣觀光飯店的一級戰區最近的精華系統陸續的開幕，後面還有愛美酒店等等，包括遠東的這種這個公司也正在規劃包括像遠雄也在這個礁溪來蓋飯店，目前開始有做一些這個緊縮的策略，包括未來新的這樣的一個水泉。除了對管制温泉水來做稀釋，就係政工所開始同地方政府韓國文化結合起來，而就係嘅温泉要行下導用嘅觀光，將唔會講到就係主張地洗温泉天天。現在慢慢的在把以前傳統文化的區塊慢慢在做一個行銷跟一個曝光。剛剛有提到了二龍進度的部分，那在端午節我們做了相關的行銷，我們今年已經開始試辦，就是說來到礁溪，我們由公部門這邊帶着你們去旅遊我們在地的名勝古蹟或者是地方的一些產業。希望一般生意來100多，安尼以下為天天來感受菜地嘅傳統韓國產業。政工所希望用安尼規劃嘅方式來規劃，來創造菜地嘅經濟。每晚菜地業各以為生發空間，每100萬生意將來1度點服用嘅，前面唔單止以下冇落嘅，反而也未快鐵嘅。禮拜6日，國土號台北網絡宜蘭嘅茶記熱熱氣氣，同時間頭擺出現宜蘭主要幹道北宜公路，根本冇乜嘅茶記，係羨慕嘅態度。剛雪隧通車，整個北宜路就沒有車了，全部上高速公路。那客人的感覺就是有一些老主顧會發現說，整天怎麼店裡都清冷清清的，你可以把椅子擺在路中間啦，坐一個半天也沒人啊，都不會有車啊，不會危險啊。謝展龍會同過後，平林同潮海調換睇嚟環境嘅用嘅，潮海現當應用。慢慢的北宜公路後，到半山產業嘅平林，兩家沒曬走就係熟悉的嘢。通車了，我們那裡就沒商機了。我們在那邊呢待了一段時間，真的是從
掉到那个生意掉了90%，几乎都没有，那一天根本就是没到钢筋。然后刚好县政府要征收，那我们就搬到这个头城的交流道这边来的。农业同观光业係平年前主要嘅產業，頭排初的呢就有迎合歡喜嘅平年。雪山洞開通嘅前4年，嘅路後無論係兩年也係平常時都空路落位，人同港人前後嘅下對比，少睇兩成。雪隧是民國95年6月15日通車的，這3年往後3年，幾乎差不多沒有人的。以前北宜公路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熙熙攘攘。那後來3年呢？門前冷落車馬虛。客源就是我跟公婆一起做的時候，就是遊覽客。那遊覽客的人，你看一車就差不多40個人、50個人，啊，一下子最少也有2部車，最多的時候有10部車。你看整個店裡都擠滿的客人。開店做成2月，這位開業就走開業。不過9月平年，他又有8成人口沒種茶，就會做同茶有關，韓國到菜地正做為起來嘅行業。菜地產業均可免得為嘅，看下有乜嘅生意好做。平林是一個休閒的地方，然後找一個比較，看起來比較明亮啊，比較舒適的地方，可以坐下來好好休息。那我發現這些，轉型是對的哦。那我發現說有轉型的人看到這家客人這麼多，他就會一定生意很好，東西一定很好吃啊。那沒轉型的黑黑暗暗的，現在很多客人就會發現說，這邊都是茶莊嘞，啊我進去跟你喝一杯茶，不買茶會不好意思哎。年下除了草尾橋係見證雪山洞同茶過後，除大大這位都平年過1年。同時，咩見證平年係雖然期，故做航空中心限制2年1年搶標4000台茶嘅落去。安尼雖然限制嘅係幾個年下，不過平年沒保留嘅好山好水嘅好環境。坪林前鄉劃為水源特定保護區，因為坪林有一條北勢溪，北勢溪是翡翠水庫的主要集水口啊。這個北勢溪呢，它集水口呢，因為它養活台北縣395萬人，台北市270萬的人，足足是台灣1/3的人，所以啊，這一條溪啊，它從68年5月1日做水庫的時候呢，它就從事於污水的管制。我們這邊因為水源特定保護區的集水區，所以全區都受到保護，特定保護，這是最高規範的。對一個水源特定區，其他的水庫都叫水源保護區，沒有特定2個字。加了這2個字以後，這個地方幾乎就被約束整個環境的發展了。現在係水源保護區，菜地嘅店家無法度控制，我哋嘅財團未做唔得去投資，招標嘅企業多嘅傳統嘅茶鋪店，平年嘅老字號還保留的100公年代平年日生活的樣子。現在台灣各地方發展的老街啦，或者是其他旅遊觀光環境啦，幾乎是複製型的、重複的，對不對？然後經營者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人，90%，那得到環境是一個衝擊，製造商機其實是假象的，是別人賺走了，可是留下我們環境是衝擊的，是複合的。我們老街是因為大家知道說，哦，這裡有一條老街可以這樣子很悠哉的走，像我們老街跟那個深坑啊，或者是說那個一般的那些老街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那些9份啊，他們老街都是很多人人擠人。那來到我們這邊老街，我都跟客人講，我們老街有一個特色，最大的特色是怎麼樣？你要靠右走，你要靠左走，很棒，都不會相碰。但是喺28歲，波波郡劉定高，關西南氣流被到亞嚟了量嘅拍好嘅，唔講啲嘅9歲嘅年下，當時菜嘅到水面紅淺色，掉到稀而微爆掉到都紅嘅條子，但係叫功夫真會向南比，水面紅有人輕鬆嘅坐定上嘅順水下，水掉到5日以下嘅鬼圈嘅，以下嘅從白啲嘅樣嘅，當時菜嘅啲嘅搖來搖去，現正係水源天天保護區。現在雪山洞有開通嘅，冇按當年都結果。按道嘅限制，使到平年嘅人，韓國生態都以為自家嘅所在。一年四季啊，都有四季變化不一樣啊。就是說春有百花，秋有葉，夏有涼風，冬天不會下雪啊，對不對？而且山清水平，茶香人心切啊。那你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的變化都會不一樣的，種種的現出來，所以人會變多的啊。所以我們就挾着這一點，我們坪林，像我是感覺坪林會越來越好。泰國嘅問題，
平林好好运用安全的环境，无天作客人强大游戏，我前到自家我以为发展韩国人客。外国为雪山龙同参加客做无整理的这段时间，也人客天天的多做起嘅，地方爱发展，交通虽然当重要，不过应对用的将按度发展，客家客做得长长久久发展的关键。